再来看新北市瑞丰的高洞仔是世界真出名的鸟仔村。2021年开始，新北市动保处就成立鸟仔公所筹备处，这些鸟仔拢有户口来方便管理。今仔高洞仔的鸟仔公所正式成立，佮选出鸟仔公所的所长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去互人甲一个揪揪，这才是拜一先赶做高洞仔鸟公所所长的陈公阿炳。高洞仔的鸟世界有名，才也捌去互 CNN 竞做世界6大看鸟仔的景点之一。2021年，新北市动保处伫遮成立鸟公所筹备处，将高洞仔的野生鸟仔入户口做登记管理，也提供绝育、医疗、领养等等服务。拜一鸟公所正式成立，新北市农业局表示，希望游客毋若介意鸟仔，也爱学习正确的互动方式。希望讲，咱游客，咱遮的大家，咱所有人啊，介意猫以外呢，嘛爱来遮来了解讲，安怎吼啊饲猫啊，甲猫啊做伙，上重要是讲啊，咱爱认养啊，不弃养。 高洞仔鸟公所是新北市其中一个领养点，毋若是高洞仔，其他所在若有适合领养的鸟仔，也会送来这边，互有兴趣的民众领养。新北市动保处表示，除了提供领养的服务，动保教育原来真重要。这届公所成立，伊嘛找少年人团队合作，设立电子导览装置，游客毋若通为地图熟悉高洞仔的鸟仔，也通透过趣味的操作，了解和鸟仔互动时爱注意的代志。我们可以透过点击猫咪的方式，像是我们猫点到猫咪的头部或猫咪的尾巴，或者说其他一些地方它不舒服，那我们可能带出一些提醒的讯息，可能提醒民众说不要这样触摸，他们可能会不喜欢。 新北市动保处表示，正欢迎大家来高洞仔鸟公所领养鸟仔，不过千万唔通来遮放散鸟仔。因也表示，今年日本新本县上天草市已经和瑞丰区签署交流协定，也指定来高洞仔遮参观。高洞仔已经豆豆啊争做世界模范鸟仔村，希望未来透过济交流和观光发展，提升动物的领养率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新北报道。